我觉得文化水平有点低了，所以自己想再增加一点自己的知识，所以就到那个藏大来学习。其实年龄相差有个15岁那个样子，记得。刚开始我觉得，哎呀，他们都好小哦，我觉得我肯定特老啊。但是慢慢融洽以后，没觉得，大家都挺好的，他们都也挺尊重我的，我也挺喜欢他们的。我现在有小孩，所以没住在学校，有时候真的很想跟他们一起住校，然后再体验一下那种在学校宿舍里面、寝室里面那种打打闹闹的那种生活呀。小孩刚上1年级，还有中午那个早上要那个送他，中午要接他，要送他。他有时候就会说，妈妈，你是不是今天又要加班呀？没关系，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。现在挺不错的，老师还表扬他呢。自己再怎么努力，再怎么去辛苦，但是他们都不会觉得，有我的存在吧。所以那时候真的心里特难受。后来慢慢又那种感觉又没了，毕竟是自己特别喜欢跳舞的嘛。我对这个舞蹈真的确实是从心底里特别的喜欢，直到老吧，我都想跳下去，能跳得动为止。那个现在没人看到我，但是将来一定会看到我这个努力的。